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陆挺，他最近关于促进消费、关于提振内需什么的，他也有新的看法。这个是经济观察报报道的，说4月18号在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的媒体见面会上，陆挺他说，当下没有什么政策比改革社保体系更能提振消费。他这个角度也挺好的，他这个说法一说，咱们就清楚了。你要提振改革社保体系，说白了就是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你把大家后顾之忧解决了，那现在有些人手上有钱，他就敢花。我们现在很多人不花钱，不就是担心养老以后医疗等等，反正都要花钱，没人管，那我只好自己管，那我就玩命的攒钱，就是存，就是不花，勒紧裤腰带，就是这么有忧患意识。这个我想大家都理解这个。所以陆挺的意思是，要想提振消费，你先把社保体系给改了，这个效果会更好。没有什么政策比改革社保体系更能提振消费。我们看他观点，他怎么说的？他说，陆挺表示，在目前宏观背景下，没有什么政策能比改革社保体系更能刺激消费，应该借助刺激消费的契机，下定决心改革社保体系。在目前的宏观背景下，没有什么政策能比改革社保体系更能提振消费，可以在短期内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金，他专门说了，主要覆盖农村老年群体，称农民养老金，平均水平从200多元每月提升至400多元每月。你看看这个陆挺的观点跟我差不多，咱们也别搞什么大跃进。我一直主张咱们小步快走，你一年提高20太少了。你现在把那个低于300的统统提高到300，已经超过300的你可以不动。比如胡一静老师，他2万了，你可以不涨。低于300的统统的统一刀切，提高到300。在这种基础上，一个月、一年给它涨个100，一直涨到600，对吧？涨个3年，这样如果一个农村的老年人，他一个月能有600块钱收入，那虽然说他不至于说过得多好，但是他基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他能解决，那基本吃喝他没问题，基本上实现了老有所依，后面再慢慢解决，一步一步来。你看陆挺的意思是，你先从200块提高到400块一个月，也就是说你别一年20这么涨，那不开玩笑吗？4月17号说，在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的媒体见面会上，陆挺详细阐述了接下来中国经济刺激消费增长应采取的具体措施。去年底的这个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把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需求列为2025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陆挺说，可以肯定的是，相比于把100元发给月入1万元的群体，将100元发给月入200多元的群体，刺激消费的效果肯定不一样。这个咱们说过很多回，咱们一直拿胡一静老师举例子，当然胡一静老师不一定真的是这样，咱们只是拿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个具象的人物来举例子，便于大家理解，对吧？胡一静老师退休金2万，你给他涨个一个月涨600，他也不知道这600能干啥，你给他涨600，他的获得感根本就没有给那个农民涨个60的获得感大。这个陆挺说，在过去几年，在房地产板块较大幅度收缩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没有出现严重的经济通缩或金融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口的快速增长。你看，就是出口弥补了。但进入2025年，出口和房地产板块可能首次出现同时负增长，这使得中国经济面临挑战增多。为拉动经济增长，今年毫无疑问需要拉动消费增长。从一季度数据来看，以旧换新政策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但需要看到的是，以旧换新政策更多是在短期内刺激消费增长，在未来几个月，一些消费品板块的增长可能会放缓，也就是这些需求一次释放掉了，你提前释放了。说从一季度数据来看，它由于此前2轮以旧换新政策已经把手上的一部分子弹打出去了，后续如果再推出类似以旧换新政策，可能刺激消费增长的效果十分有限。为此，接下来需要考虑刺激耐用消费品以外的消费领域，例如近期市场传言可能会推出刺激服务业消费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方向也是对的，并且具有一定的拉动消费增长潜力，包括可以刺激旅游、酒店、餐饮消费的增长。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当然，与通过以旧换新拉动家电消费相比，
刺激服务业消费的技术难度会更大。酒店价格每天都在波动，补贴可能比较困难。景区门票价格相对固定，政府可以按比例补贴给游客。在餐饮业，因菜单随时可能变化，可能需要餐厅在固定价格后才能给予补贴。当然，政策还可以为异地旅游消费者按天发放补贴。实际上，补贴它的刺激作用到底有多大，这都要打问号。有的时候这种补贴它并没有补贴到消费者手上，而是补贴到一些不法分子，补贴到一些灰色地带。出发点都是好的，想刺激消费，最后就导致什么？导致人虚报数字、造假，好骗你那个补贴。有很多专家建议政府发债，拿这个钱去收地、收房子来刺激房地产，就是政府发债。那为什么政府不能发债给这些农民提高一下养老金？这个现在真正拿养老金的农民好像也只有1个亿，目前60岁以上的，你一年给人家提高2000，一个月200，大概2000，那实际上一年也就2000亿。你这2000亿也不要说什么到处挤了，到处节约。如果你发债解决，你还不如把2000亿花这儿。这个有个好处，很多人不知道200块钱一个月意味着什么。200块钱一个月对农民来说就意味着是一个保障，它就是信心。什么叫信心？实际上这个让很多40岁、50岁的农民他就踏实了。你看老了，一个月还能拿400、500，等到我老了，一个月还能拿600、800，他就不担心了。那他现在就敢花钱，因为示范就在那儿。你看他爸现在65，已经一个月拿400了，国家给他发的，他就不担心自己到了60也会发这么多钱，只会比这多。这叫信心，这叫预期。一旦有了这个稳定的预期，他就敢花钱，否则他就永远的存钱。所以我觉得陆挺说的对，这个时候你在社保上面做点文章，那绝对是花小钱办大事，会提高很多人的对未来的预期还有信心，对吧？如果把医疗这一块再解决的更好一点，那让这些韭菜的未来不再有一种叫不安全感，从根本上扭转韭菜不敢花钱这种局面，对吧？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这样才能提升消费，否则你怎么提升？你怎么刺激？这个时候即便你找到一份工作还可以，我估计你也是在攒钱，你也不敢花，你觉得未来恐怕充满了不安全感。我们再看一个财报，这个是叫大悦城，这个大家都知道，大悦城在北京有很多大悦城啊，应该是中粮下面的大悦城，就把它理解成万达广场啊，应该就是差不多意思。就我们通过大悦城就能知道万达广场、什么五悦广场，大概什么一个财务状况。澎湃新闻报道，大悦城去年净亏损29.77亿元，3年累计亏损70亿元。4月18日，大悦城发布2024年年度报告，财报数据显示，2024年大悦城控股实现营收358亿元，较2023年下降2.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亏损29.77亿元，较2023年下降10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66.17亿元，较2023年下降38%。也就是你看现金流都少了，现金流再少没了，这负的那就是暴雷。所以你看它现金流都在减少。总资产约1786亿元，下降9.8%，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06亿元，下降24%。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是大悦城连续3年亏损。2022年公司亏损28.82亿元，2023年亏损14.65亿元。以此来计算，过去的3年大悦城累计亏损总额超过70亿元。得入业绩亏损，大悦城表示报告期内房地产市场处于筑底阶段，受行业周期结算资源的影响，公司销售型业务结算规模及毛利有所下降，对联营企业、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同比减少。这就是大悦城现在什么个情况？3年连续亏损。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是江西南昌有人3年前119万买的房子，4年以后就值40万，这就是膝盖涨2/3没了。今天也有人翻出来，这个是2线城市，你才亏80万，这个是搁到1线城市，比如北京，那一亏都是几百万。有人翻出了2021年5月份新浪财经的报道，那就是4年前新浪财经报道说探访北京最划算学区房近1000万一套，定点上中关村三小。他的文章主要介绍说，最近几个月时间，蜂鸟家园的单价更是一路上扬，追至21万元每平方米，增幅超过30%。这个蜂鸟家园大家知道吧？我记得我以前节目介绍过，好像他那个地方定向上中关村三小的，所以那个房子卖的特别贵，学区房，好多人跑那儿买房子就是为了一个上学名额。2021年呢，恒大9月份暴雷的，那个时候买学区房的正好是最高点，21万一平米，相当于一套大开间就要花费1000万元，就是一个开间一般是40多平米、50平米，就这样的，20多万一平米，那就一个开间就要1000万。新浪财经说，问题是那些为了让孩子子女上个好学校的家长们，
这1000万花的值吗？他的文章非常长，现在有人把这个文章翻出来了，再去看蜂鸟家园的价格，有人在中间平台上去搜蜂鸟家园，就是万柳那个社区，蜂鸟家园2手房的价格基本上都在500多万，他那户型都差不多的，560万、550万，也有580万的，当年都是1000多万，现在一下就少了400多万，哪个更刺激？你在南昌买了一套房是119万，现在变成40万，赔了79万。你在北京的万柳学区房1000万买的，现在只有500多万，少了400多万，这还是北京，这还是学区房啊！所以现在对年轻人来说，买房子确实是个问题。无论是1线城市，还是什么2线城市，甚至什么3、4线城市，你买的不好，最后就把自己套进去，前半生白忙。所以很多年轻人现在抗拒买房子，不想买。这个今天广东广播电视台播了一个节目，他说的是深圳的有个程序员，他不仅不买房，他还不租房，不租房怎么过？他没房子啊，4年时间他都睡在车里面。4月18号，广东深圳说，在深圳湾公园内有一名程序员小哥张运来，他工作日期间天天睡车里，利用公园的公共卫生间洗漱，每晚只需花费6元停车费，每日消费仅100元上下。6年前，张运来从老家阳江来到深圳打工，在南山区找到了一份程序员的工作。一开始，他如普通的上班族一样，过着公司出租屋2点一线的生活。直至一次偶然的公园露营，给了他新的生活灵感。近4年，他都过着车内露营生活。对于张运来而言，拥有了车就相当于有了一个移动的家。如今每个工作日的清晨，只要他打开车门，就能迎接鸟语花香和海风。大家看视频。来，先去公园的洗手间那边刷牙洗脸，洗脸完之后，然后就收拾好车里面的东西。眼前这位身穿白色 T 恤、戴着黑色边框眼镜、略显腼腆的小哥，就是主角张运来。在他的车上可以看到简易的晾衣架、散热的小风扇、办公的小桌板、娱乐的蓝牙音响等等，而用来睡觉的床垫则是由车辆后座椅组成。他说近4年他都过着车内露营的生活。我后排这里只放倒2个座位啊，因为我感觉我一个人睡觉的时候，这个空间已经足够我一个人了。中间它不平嘛，所以我中间呢那个折叠处还弄了一层木板过渡一下啊。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没有买蚊帐的，有一次我在公司那边停车嘛，就是有一晚就是很多蚊子，所以我那晚被他折腾了一晚。就自从那晚之后，我就买了蚊帐。6年前，张运来从老家阳江来到深圳打工，在南山区找到了一份程序员的工作。一开始，他与普通的上班族一样，过着公司出租屋2点一线的生活。直至一次偶然的公园露营，给了他新的生活灵感。前没有住在车上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在福田上梅林那边租了一个小区的一个单间，大概是2500块钱一个月。我那时候我又买了车，然后我上下班我回去停车，你就为找停车位而烦恼啊，因为你因为那小区啊，你办不了月卡是吧？你办不了月卡，那个费用很高。我有一晚我来深圳湾公园这边停车，我发现停一晚这停车费很便宜，然后加上这边的环境又这么好，然后后面我就逐渐习惯了在深圳湾公园这边车内露营了。对于张运来而言，拥有了车就相当于拥有了一所移动的家。如今，每个工作日的清晨，只要他打开车门，就能迎接鸟鸣与海风。一人一车的生活成本究竟有多高呢？这大概是一天大概100块，包括人和车啊。这些停车费大概是20块钱，因为我在公司那边办了月卡，300块钱一个月，也就算下来一天在公司停车10块钱一天。在公园这边，我平时停9到10个小时，也就大概6、7块钱。连去那边就开车，然后回到这边，睡觉，开着空调睡觉，这消耗的电费大概一天也是10块钱，以及车产生的费用大概是30块钱，然后另外70块钱大概就是吃饭的钱啊。由于张运来的家人都在阳江，他每周5晚上都会开车回家，周一上午再赶回深圳上班。我家里离深圳这边有300公里，但是我可以做到，我有一周有3天时间是可以回到家里陪老婆孩子。在深圳这边，我纯粹是为了多赚点钱。论生活环境的话，其实我在老家县城那边的生活环境是非常好。张运来表示，他对现在的生活节奏很满意。
精神视觉得到满足。他享受着下班后说走就走的车途旅行，并且每天都会在抖音、头条上分享自己的露营日常。我之前在小红书那里回复了一个评论，我就说深圳湾1号的富贵人家在看深圳湾这边，这个也反映出当下年轻人的一种无奈。深圳的房价也在飙升，波动也比较大。如果他也是3年前买的房，那现在肯定是赔着钱的。如果他现在买房，那价格也挺贵，也可能还要跌。深圳你也不好把握，所以他干脆你看人家住在车里面住4年。我觉得这种做法因人而异。其实如果你是一个人，我觉得这种干法非常好，没什么不好的。人生就是体验，你体验在车里面待4年也挺好，正好把房价波动难以把握的这个时候给它错过去。你在深圳买房，如果买的不好，这几年也得赔个几百万。这几百万你怎么赚？对于韭菜来说，对于个程序员来说，挣钱也不容易。实际上这种生活方式在美西方有很多，也比较常见。咱们嘛也就这几年慢慢兴起这种露营房车啊。这个程序员张云来啊，他那个车还不是房车。实际上我看有很多房车也就30-40万、40万，里面基本上一应俱全。全国像这样的年轻人很多，住房车里面。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啊没什么不好，因人而异。总比你买个房之后，你每个月还按揭贷款就焦虑，也担心失业，担心裁员，担心降薪，那要踏实得多。以后真的失业了，你没有按揭贷款了，你担心什么？如果真的想要一套房子，你跑到广东的清远，不行跑到惠州面朝大海，买一套恐怕也就30-40万。你在深圳没工作了，你还在深圳待着干啥？你在惠州躺平不挺好的吗？生活成本还低。所以说我认为这年轻人这么处理，保持了灵活机动性。当然了，如果你有钱，我觉得那还是该考虑买，因为毕竟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你赚钱就是为了让自己舒服。如果你的钱达到了我能买得起，那就应该考虑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所以我说这是因人而异。你看同样是深圳，媒体报道深圳楼市卖爆了，龙华日光盘每分钟卖超2套。业内人士说，5·1黄金周有望迎来新一轮成交高潮，多重利好政策叠加之下，深圳楼市走出独立行情。4月12号，深圳楼市迎来小阳春行情下首个日光盘。位于龙华红山板块和什么红山华府项目，开盘90分钟184套房源全部售罄，每分钟成交2.04套房，成为2025年龙华片区首个开盘即清盘的住宅项目。据悉，该项目开盘前共有747批客户完成意向登记，登记比达到1:4.06，刷新了2025年以来深圳住宅市场的登记比记录，也成为截至目前全市登记比最高的住宅项目。我记得10几年前龙华都是郊区，一说去龙华大家都皱眉头，感觉那地方不安全了。现在你看龙华的是叫日光。对于即将到来的5·1黄金周，多位业内人士持乐观态度。从目前的新房热销、法拍高溢价、二手成交回暖等信号来看，市场活跃度已经出现阶段性恢复。在部分房企加速推盘等因素推动下，预计5·1小长假期间，深圳楼市有望迎来新一轮集中看房与成交高潮。在深圳楼市这么火热的情况下，我认为在深圳的牛马完全可以不为所动，根据自身情况决定看不看房。不行就学这个码农张云来，他涨任由他吹，这种虚火不会持久。深圳总体来讲受外贸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现在外贸形势大家也知道，我们即便跟美国谈判最后达成一致，那你外贸的环境，你外贸比去年难做，这个是事实，那肯定受影响。那深圳的高房价靠什么维持，靠什么支撑？所以它必然要回归到一个正常合理的一个价值。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